同伴離家遠去，放在冰箱錯過落淚，也未曾給苦海孤錯提議一句，懷內團火像被小偷偷去，你說活得這麼累，不過夜裏仍間中渴望會心碎。如麻木教你害怕，就去獨處哭一會吧。謹記當今世界沒童話，不應自勉，著這樣都不算差。還會痛哭，只算是人，能平時都已慣了嗎？逛街之後出花喝茶，消息地多盡，消息遠離很可怕。